浸信會呂明才中學陳兆軒、黃海晴同學嘅作品《扭曲城市》。橫島約 A4 大小，微微掃掃新媒體藝術作品。作品係一組安裝喺木板上嘅電子裝置，上半部分5條約手指大小嘅銀色金屬條，從左上角彎曲向右邊中部伸延。銀條反光，有波浪紋，頭尾用扁圓形銀色金屬螺絲接駁，有如一條迂迴曲折嘅橋梁。右上角有一塊白色嘅電子零件板，有紅綠色嘅小 LED 閃燈，上面插有2個以銅線屈曲成嘅螺旋形，好似天線，仲有3條紅黃黑色電線，從零件板接駁到作品嘅右側。作品嘅左下方有7粒銀色嘅扁圓形金屬螺絲，約 1.6 厘米嘅大小，螺絲之間已有銀鐵線不規則咁彎曲連接。右下方4條黃銅色嘅金屬幼條交錯成交叉形，交叉嘅中央以鋁箔接駁，每條銅條約中部位置都有一粒約1厘米大小嘅圓鈕。當觀者以手指觸摸左下方嘅扁圓螺絲，右下方嘅銅鈕，或輕掃上方嘅鋁條嘅時候，作品都會發出聲音。如果同時以另外一隻手輕觸右上方嘅天線，或右方紅黃黑電線連接嘅感應器，音質會產生變化。陳兆軒、黃海晴同學話：現今城市發展蓬勃，已經唔係昔日嘅模樣，而嗰座家園仲係你心目中嘅模樣嗎？來自各處嘅聲音，你能聽到嗎？扭曲城市，現今城市發展蓬勃，已經唔係昔日嘅模樣，而嗰一座嘅家園，仲係唔係你心目中嘅模樣呢？嚟自各處嘅聲音，你又聽唔聽到？